最靚日本女星 AV 女優選舉激盪有話。日本最近有一個選舉，喺女明星同 AV 女優之中選出最靚嗰10個，最靚嘅 BB 一定講樣噶，好身材都要上榜噶喎。樣啊雖然平凡，但係你好難將個視線集中喺佢塊面上邊啊，因為佢有其他更加吸睛嘅長處。哇！嗰種激烈嘅震盪啊，用眼睇唔使講嘢。貨真價實嘅 AV 女優，睇相啊笑容都幾甜美嘅。不過其實 Photoshop 功力就大於一切啊！廣告片入邊嘅佢咧，皮膚啊唔白，面啊比較闊嘅。AKB48 成員之一，樣靚青春無敵啊，夠可愛，眼呢就唔係好大，不過笑起上嚟咧，眼睛彎彎咁，好吸引啊！短頭髮夠清爽，感覺又親切，有少少咧似上野樹里。睇完日劇小海女咧，即刻做咗佢粉絲。演員嚟嘅，個個都叫佢做雙馬尾正妹，所以佢就成日都紮雙馬尾見人，係幾可愛吸引嘅。佢係 AV 女優，唔係醜樣，不過又唔係好突出咯。聽講咧，佢第一部作品入邊啊，完全表現出少女啊個羞澀，所以咧就大受歡迎。組合木板46成員之一，皮膚又白，笑容又甜美，好想飛去日本同佢一齊浸溫泉啊！AV 女優新人，網上評論呢就係佢外表清純，內裏 open， 非常受宅男歡迎。又係有份參演小海女啊！靚女之餘呢，眉宇之間好似有少少憂鬱咁樣。舊名就係前原由紀，又係一名 AV 女優，斯文靚女型。不過呢 AV 女優呢就唔係淨係睇樣嘅，佢個嘴又大，條唇又厚，所以話呢上得榜都未必一定靚女嚟嘅。